你会来啊？阿达，你请咱是来做古锥的，我替你去几场啊。我大家拢请安尼呢。你看，我的同学，少人讲查甫人袂用你做厝内的代志。你迄个同学读到倒，我读到倒，识书呢。迄个剑是毋是另外的？当初阿成若是无讲迄句话，反世修理水到头的阿成，真正是冤枉。我无要求要离婚，你交你的朋友，我交我的朋友，想要联络就联络，无想要联络就莫联络。大妹，你也摸清楚，我是出婚，毋是离婚的。我知。